没关系，没关系，来直接下，直接下来，这首歌其实是一个真热情的民族所写的曲调，是巴西的曲调，所以唔通唱了后伤沉哦吼，唔通唱啊伤沉，所以咱的音乐较快乐的。榕树上地，唱新歌学落去。榕树上地，唱新歌学落去。榕树上地，唱新歌学落去。着欢喜出声，唱歌学落去。第二来，祝我愿灵，行基事真好妙。自己大观念，行基事真奥妙，自己大观念，行基事真奥妙，着欢喜出声，唱歌好落去。再来，用子跳舞，下鼓弹琴做乐，用子跳舞，下鼓弹琴做乐。子跳舞，下鼓弹琴做乐，着欢喜出声，唱歌好落去。这条歌还有跳舞、拍鼓、做乐，所以就是唱的时阵吼，唔通伤死啦吼。咱咧唱的时，咱的身躯嘛会当对这个旋律会当摇动啦吼。好，另外一首，咱来吟500。下一首圣诗553，553。咱爱知影，伫圣经内底最见证这样代志，意思就是传福音。所以，什么会叫做传福音？就是做见证啊。所以，这条歌是咧讲，咱爱为主传福音对吧？为主传福音，唔是随讲了，是咱用咱的性命做见证。伫圣经内底拢是安尼吼，做见证就是传福音嘛吼。所以，见证是要紧的代志哦吼。这条歌可能咱真熟，所以咱来吟一遍就好。为主来做见证，主是一好朋友。愿主听他来包容，让人心无承受。为主来做见证，愿感救主耶稣。为主来做见证，愿感救主耶稣。咱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的软弱甲有限，帮助阮，互阮会当幸福伫你面前，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来听见你伫这个礼拜中要应阮所讲的话语。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
兄弟大平安。平安。咱要开始这礼拜进前，依然提醒咱兄弟，若有炸这个手机吼，你甲关你个震动吼，提醒大家者，谢谢。请走吧。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凡那伫我内面的，也着学了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好你拢总的病。请咱来吟圣诗第17首，着主上帝唱新歌。请咱起立。定主上帝，唱新歌学落去。定主上帝，唱新歌学落去。定主上帝。唱新歌学落去，着欢喜出声，唱歌学落去。主结大权能，行奇事真好妙。主结大权能，行奇事真好妙。主结大权能，行奇事真好妙，着欢喜出声。唱歌学落去，定主跳舞，拍鼓弹琴做工。定主跳舞，拍鼓弹琴做工。定主跳舞，拍鼓弹琴做工，着欢喜出声，唱歌学落去。远大山海洋。出声欢喜乐乐，远大山海洋。出声欢喜乐乐，远大山海洋。出声欢喜乐乐，着欢喜出声，唱歌学落去。主要照正义，公平生活世界。主要照正义。公平生活世界，主要照正义。公平生活世界，着欢喜出声，唱歌学落去。请咱做伙来念书读圣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者，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人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一个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遮济，这时请咱做伙来启用启用文第47篇。启用文第47篇，就是以赛亚书的第49章。正海岛啊，就听我的话。挂伫远的人啊，就注意听。我伫胎里，上主就警告我。我伫老母的腹肚，伊就叫我的名。伊互我的喙亲像来刀。甲我藏伫伊的手的利益内。佮互我诚做无尖的箭。甲我藏伫伊的箭地。伊又对我讲：“你是我的奴仆以色列。”我要因为你得到阳光。我就讲：“我拍拼是空空。”我真较做，无采工，嘛无利益。抑句，我靠上主替我伸冤。我的上帝为照我的所做，甲我报赏。我伫海里，上主就做我做伊的奴仆，要互雅各归于伊。互以色列以下负责。因为上主看我最尊贵。我的上帝正做我的贵人。伊又讲：你做我的奴仆，通兴起雅各的基作。带以色列出来子民倒转来。毋那安尼。我要互你做较大的事，我嘛要设立你做列邦的光。我的旨意传到天边海角。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要感谢天父上帝恩典较疼痛。因为伫台湾的疫情有得到真好的控制，我们感谢主的保守看顾。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恳求亲爱的天父上帝，有缘赏赐阮的政府官员有智慧互即道即个疫情会使来甲伊控制落来。阮要感谢主的恩典，疼痛满满伫阮台湾的教会。阮恳求亲爱的圣神。伫即个疫情的世代，有缘保守台湾的教会复兴，宣扬主的福音，互主的福音伫台湾来遍传。亲爱的天父上帝检采，有时阮伫日常生活中间，主啊，阮听世间看也过你。主啊，阮有时无法度活出基督的疼，阮无法度听厝边亲像家己。无法度听姊妹说兄弟姊妹，阮有侪侪心思意念，无谦卑，无顺服，无圣洁的思想，侪侪。阮恳求亲爱的天父上帝，怜悯赦免阮的罪过，就着主要所基督的保护，来洗清阮的罪过，撤销一切过失，除去一切咒诅无下主之的罪。恳求亲爱圣神保守带领阮的教会，圣神保守带领阮的妇人牧师，小义传道，甲阮的长老执事，阮的团契首长、区长、组长，阮的众兄弟姊妹，主啊，你圣神保守阮，互阮彼此合一相听，互这个教会伫桃园的地区。会使真做主你欢喜的教会，互即个教会遮真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真做社区的帮站，
来迎神悦人。恳求你的圣神由愿来保守，阮为着这病痛的兄弟，主啊，阮恳求亲爱的圣神保守这病痛的兄弟。主啊，你圣神坚固因，互因有信心，伫病痛当中会使来仰望你，恳求你，主你来施阮人民医治。主你是耶和华拉法，你是医治的神，阮恳求你。医治这有病痛的兄弟，家庭拄着死失、蒙主温调，拄着非常痛痛、艰苦的时阵，主你的圣神，伊原来保守安慰这家族。阮特别恳求你的圣神，也保守阮今仔日的聚会，阮的牧者、牧师要来正道分享，恳求你的圣神。甲阮的牧者同工，阮也恳求你的圣神，甲阮今仔日现场做同工、服侍同工，主你圣神保守阮，也愿阮的所做，拢一切来用更特别上帝你。阮感谢你，你是听阮祈祷的主，祈祷感谢拢是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来祈求，阿免。请咱来看今仔日的圣经，伫路加福音的第3章21节到23节、32节、34节。今仔圣经是路加福音第3章的21节到23节、第32节、34节、38节。正百姓已经受洗礼，耶稣也已经受洗礼。祈祷的时，天开，圣神降临伫伊的顶面，形状亲像剪影。佮对天有声讲：“你是我疼的囝，我欢喜你。”32节，大笔是亚西的囝，亚西是俄别的囝。俄别是波斯的囝，波斯是撒文的囝。34节，犹大是雅各的囝，雅各是以撒的囝，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囝，亚伯拉罕是他拉的囝，他拉是拿霍的囝。38节，以拿苏是瑟的囝，瑟是亚当的囝。亚当是上帝的囝。学了超越的稳定，咱请圣歌队。
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即几天，特别是今仔日，昨昏到今仔日，其实我相信，真侪人拢有感受到天气的变化，所以要伫即种天气变化的过程内底，请咱特别保重咱的身躯、意念、加灵魂。随上，侪人伫即款天气变化的过程内底，有一寡旧的病痛拢会复发，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特别注意天气变化的过程内底，咱身躯所产生的变化。愿上帝恩典甲平安，甲咱伫现场、或是伫线顶所有的兄弟姊妹做伙伫地，咱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的软弱，医治阮的欠缺。帮助阮，因为阮知影，你是甲阮伫地的主，你呼召阮，也拯救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毋知兄弟姊妹有捌甲人自我介绍过抑无？请问咱会安怎向人介绍咱这个人？我做传道一开始是伫台南大专中心，所以当时每一冬我拢爱这拄入大学的新生，或是拄入专，所以便来到这个讲台顶头的第一遍的自我介绍，我拢会讲，我看到因就讲我姓吴，名富仁，有一个仙句叫做为富不仁，迄就是我的名。咱现代人用侪方式来介绍家己，想讲咱会用咱的名做文章，就亲像我。总是介绍家己，咱现代人嘛用身份证、用健保卡、用相片，咧脸书就是安尼吼 ，Facebook 就是安尼，用相片。用电话号码，LINE 就是安尼，或是用电子信箱来伫这个网络的世界内底摕到家己的自我介绍。总是伫咱普通的社会内底，侪人是靠着 match 迄个名片来自我介绍，所以真侪人会印这个 match， 然后就出去。甲人做生意，也是要介绍家己，真简单，免我加讲，这张如何哩？这就是我，对无？这叫做自我介绍。现代人会特别强调个人的特质，或是我做的代志，我的职业，总是这毋是过去的人所做的代志。古早的社会毋是安尼。古早社会的人强调的是人属伫什么所在、什么人、什么族群，所以强调的是这个人是属什么群体。所以有时阵咱伫圣经内底就会读到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是一个地号名，总是意思就是介绍这个人的时阵，就讲迄个人。对倒位伊伫倒搭咧生活，就亲像我时常出门的时候，我就讲我的故乡是台南，真侪人看到听到我讲台南讲话台南腔，安尼就真有亲切感。所以古早的人是用地号，你出对什么所在，另外一个部分，就亲像咱伫圣经内底嘛会读到。法利赛人、西门，或是咱会读到希律党的人。换一句话来讲，用伊的属性，或是伊的党派来分伊做这个人自我介绍。上尾古早人上平常的代志，就是介绍伊的老爸。所以圣经内底嘛安尼写。西比台囝
约翰甲雅各，咱会读到西比泰，雅各甲约翰迄是附属品，对无？迄即个意思就是，迄是生伊的老爸哈即个囝。古早人过去的人，实际上这甲台湾社会真类似。咱台湾社会嘛是安尼。古早咧熟悉一个人，不只是熟悉这个人尔，也熟悉伊属的团体，特别是伊的家族。因为安尼，家谱伫古早的社会内底，就显出伊的要紧的所在，不只是伫巴勒斯坦。实际上，伫汉人的生活内底，伫台湾人的生活内底，嘛是真要紧的代志，就是透过家谱去将人伫这个世间的定位出来。伫福音书内底，咱特别读到2份耶稣的家谱，头一份是马太，第2份咱读到的是路加。马太福音一开始，这个福音书一开始就宣告，透过这句话，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就是马太对耶稣的介绍。简单来讲就是安尼，头一句就显出来。特别这份家谱，所以这个对咱讲，这份家谱的特色，这份家谱的特色，就是有2个人伫这个家谱内底真特别。上帝亲身警调亚伯拉罕，应允要祝福予伊甲伊的子孙，甲伊立约。所以上帝一只就真做立约的上帝。然后呢，亚伯拉罕就真做上帝的百姓。简单来讲是安尼，所以这是第1份、第1个人要紧的代志。第2个，大卫是上互人学乐甲尊荣的以色列王。历代先知拢有过弥赛亚这位拯救者基督要出对大卫的家，因为安尼。马太透过这份家谱的头1节就宣告，耶稣是基督，有读到啦吼？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同款，路加也用家谱来介绍耶稣上时，路加虽上真侪人拢安尼认为，神学家认为路加是透过写这份家谱来结束头3章来描述耶稣是甚么人的过程。不过，路加用一个无同款的写法来介绍伊所捌的耶稣。路加福音第3章21节，这段话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正百姓已经受洗礼。耶稣也已经受洗礼，基督的时天开。路加的描述就对准主耶稣。咱知影，伫这个路加的描述内底，咱无读到约翰对无？实际上，约翰的记载已经伫20节进前就拢写了。然后路加伫遮对准耶稣，虽然咱知影帮。将为耶稣行洗礼的是约翰，马太甚至将耶稣受洗礼进前甲伊的互动写出来，总是路加只有伫遮简单来描述，主耶稣就徛伫百姓的中间，然后。行洗礼，约翰就一个受洗礼的为因行洗礼，伊就坐徛伫百姓的中间，伊并无特别，甚至真歹分辨，伊平凡到真歹互人看见，所以约翰甚至伫行洗礼的过程内底看袂出来，
伊就是迄位踮要来，权力权能比伊较大的迄位，总是耶稣咧。耶稣无共款哦，耶稣伫伊受洗礼的过程，只是伊做一个祈祷。所以路加是安尼描述，伊祈祷的时，天就开。路加福音第3章22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圣神降临伫伊的顶面，形状亲像剪仔，佮对天有声讲：你是我听的囝，我欢喜你。福音书拢讲到耶稣的受洗礼，可见这项代志要紧。总是耶稣受洗礼的迄时，有亲像剪仔的圣神就降临伫伊的身躯顶头。最侪人拢认为，这就亲像挪亚创世纪中的挪亚用剪仔咧放剪仔出去，对大船出去，要看水是毋是退啊？透过安尼来了解上帝的拯救的恩典，因为安尼伫这个所在有人解读做圣神亲像剪仔降临伫耶稣的身躯顶头，就表示主耶稣要带来上帝的拯救。这是一种解读。总是另外一个，其实伫这个所在更较爱回应的，是回应行洗礼约翰所讲的话。路加福音第3章16节是安尼讲：约翰应证人讲，我用水甲恁行洗礼，独独有一个比我较有权能的要来，就那偷伊的下段，我也袂堪得。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洗。圣神降临伫领受洗礼耶稣身躯顶头，其实就证明，这就是约翰嘴所讲，迄个这要来的迄位。虽然神学家一直来认为这段话真有可能是出对诗篇的第2篇第7节。诗篇的第2篇是过去为着以色列王弘立的时，众人所吟唱的歌。总是伫这个声音，路加的记载其实甲过去王甲先知接受呼召、接受座位的时阵，真显然无啥共款。因为接受的迄个受词叫做你，因为这句话是讲你是我听的囝，所以无啥共款。换一句话来讲，这毋是咧表达主耶稣受呼召，这是咧宣告耶稣已经有的地位，就是上帝囝。这就是主耶稣受洗礼、领受洗礼，为着今仔日的教会行洗礼所做第一个示范。当时，伊甲众百姓做伙徛伫约旦河的内底接受洗礼，就显明伊甲咱做伙伫地。上帝透过圣神宣告伊的身份，就亲像今仔日。咱透过领受洗礼，圣神要帮助咱，甲伊同款领受这个身份。要领受什么款的身份？就是领受上帝所听的囝的这个身份。就亲像罗马书保罗安尼讲，保罗讲，咱爱有上帝囝的迄款的认知甲自觉。罗马书第8章14节到16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啊！吼，来，凡啊，互上帝神所带的，是做上帝囝，因为恁毋是受到罗卜的神，地教搁惊吓，
就是受到设立做囝的神，对安尼，咱叫讲阿爸爸啊，圣神家己甲咱的神三角干净，咱做上帝的囝。古早的奴隶甲今仔日做工的人，拢真类似。人会惊满肚伫这个家庭，就是这间公司徛条，所以爱加倍来拍拼，来证明家己伫这个家庭内底，就是伫这间公司内底的价值。总是有时阵，毋是拍拼就有路用，因为生理人在商言商，所以只要无利用的价值，有可能规组路拢改线。所以明仔载叫你着洗头路，但你洗头路是真平常的代志。总是假使咱若当事囝的囝咧，安尼可能无啥共款。假使我的老爸是董事长，那安尼我可能就毋惊互人洗头路。事实上，这就甲这个所在真类似，毋免真拍拼来证明家己的身份，只要咱会认识咱的爸，只要咱会认得咱的爸。刷落来认捌咱家己是啥物人。当主耶稣领受洗礼，上帝对伊讲：“你是我所疼的囝。”相款，当咱受洗礼了后，上帝嘛要对咱讲：“咱是伊所疼的囝。”亲爱兄弟姊妹，就亲像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内底头一句，主耶稣就教咱讲：“阿爸。”咱来知影，咱的主祷文第一句叫做“阮伫天灵的爸”，对无？实际上原文只有一字尔，叫做阿爸。真正是阿爸因为迄个希伯来文会当安尼读。跟咱台湾话希伯来文跟咱台湾话阿爸。阮伫天灵的爸，无法度完全来翻译出这个阿爸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因为主耶稣是教咱，因为这句话是阿爸是希伯来文内底迄个我所亲爱的老爸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囡仔，伫伊所听。伊也知，伊听伊的老爸面前，跟那师奶所讲的话。实际上，这句话，这个称呼，伫主耶稣进前，嘛无人敢安尼上帝祈祷。了解意思吼？主祷文是一个真有价值的祈祷文，伊拄拄咧对咱讲这项代志。伫主耶稣进前，无人敢上帝安尼祈祷。对第一句话称呼就开始，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主爱咱所学的第一个态度。当咱领受洗礼，当咱知伊是咱的阿爸，那安尼伫阿爸的面前，无需要惊吓，无需要束缚，更较无需要。会紧张，这就是主耶稣透过伊的领受洗礼，要互咱明白，一个人领受洗礼的第二层意义，就是咱拢是上帝所疼的囝。路加福音第3章23节 A， 圣经是安尼写：耶稣出头时约略30岁。路加咧表示，主耶稣正做一个当时的以色列人，伊生命中有几个记号。头一个记号8天
伊受割礼，做一个甲上帝立约的记号。12岁，伊成年，所以上尾咱读到伫这个所在30岁。30岁咧，这是大必做王的年纪。撒母耳下卷第5章第4节。这上时也是一个祭司咧开始服侍上帝的年纪。民数记第4章第3节。因为安尼，这上时咧指主耶稣的身份，伊是王，阁是祭司，总是真明显。伫伊30岁之前，有一段真长、真温和的年岁。保罗伫罗马书第8章14节的所在，伊安尼讲。伊讲，既然互上帝神所带来，是做上帝囝。囝这字原文叫做成年成色，原文吼，总是15节，真特别。罗马书第8章的15节，佮用另外一个，保罗佮用另外一个囝，所以中文读无啥会出来。换一句话来讲。15节，罗马书第8章15节，保罗用另外一个囝，迄个囝意思是叫做无成熟的囝，也未成年的囝的意思。所以有时阵，咱时常听真侪牧师、有牧师咧分享讲，当咱受洗了后，当咱就真做上帝的囝，咱就有一个不有的老爸，天灵的爸。伊会享受全备的祝福。其实这只是部分的真理，爱看什么人听到，是倒一个囝听到，是迄个成熟的囝听到，还是迄个还未成年的囝听到？听我意思无？假使咱若有迄个无成熟的囝的心态，那安尼。当咱一个拄着困境，一个拄着困难，咱就开始埋怨上帝讲：上帝啊，你才会较祝福遐个啊？拢将我放伫边啊，拢也无祝福我。假使咱若受洗了后，咱的心只想要爱这个世界，只想要爱上帝。只想要爱人为咱做较多，那安尼只不过是陷入另外一个更加可怜的情况，就是真做孤儿啊，陷入孤儿的心态。事实上，世界上我相信真少有迄个老爸将100万留予伊10岁的囝，因为这个老爸会知影。100万予10岁的囝，迄毋是祝福，是咒诅。我相信咱大概拢了解这个意义，因为100万若予10岁的囡仔，颠倒是养成伊凊彩浪费的心态而已，看钱无算做是啥物的心态尔。因为安尼，亲爱兄弟姊妹。爱等到这个囝真正成年大汉成熟，伊才会堪得上帝交付伊更较大、更较多的任务。这就是圣经路加福音第3章23节直接讲的耶稣出头的时。什么是耶稣出头的时？就是这个囝真正成熟，就亲像主耶稣，伊伫遐稳重的岁月内底，伊可能做目睭，诚做这个家内底的大囝，伊照顾伊的小弟小妹，伊学习大汉成熟，去看见上帝所交代伊、交付伊性命的逐款的责任。这就是刷落去路加透过耶稣的家谱
咧对咱讲，主耶稣是啥物人？大圣路加福音第3章23节是安尼记载：叫人看是约瑟的囝，约瑟是希利的囝。路加甲马太这两份家谱历来，就引起对福音书开始，就引起真侪人的讨论。所以我伫遮无要讲遮个讨论，因为神学讨论有真侪猜想。在生遮个应该拢是上顶的意义，真有可能马太记录的军队是迄个大笔王朝的记录，真有可能。然后上侪的猜测是这可能咧描述约瑟的，就是耶稣的老爸约瑟的这个系统。然后路加所记载是应该是祭司的系统，所以真侪人咧猜测讲，这可能是对玛利亚伊的妈妈这边来算落来，因为中人有时阵咱嘛称作老爸，了解意思吼？实际上这甲台湾人同款啦，犹太人也同款，中人嘛是老爸。因为这两份家谱上大的差别，就是对大笔甲到约瑟中间的这个人名有真大的无同。不过不管安怎，这拢是照人的眼光来看。路加福音第3章32节刷落去，安尼讲：大笔是亚西的囝，亚西是俄别的囝，俄别是波斯的囝。波斯是撒文的囝，撒文是拿顺的囝。照人来看，有可能耶稣只是约瑟的囝，总是路加透过这个家谱咧对咱讲，耶稣是大笔的后裔。刷落去，咱佫读到路加福音第3章34节。犹大是雅各的囝，雅各是以撒的囝，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囝，亚伯拉罕是塔拉的囝，塔拉是拿霍的囝。路加也表明是主耶稣伫这个世系内底承接亚伯拉罕遐个完全的信心，甲上帝立约的记号。总是路加这份家谱上特别的。是只有伊才将这份家谱对到亚当，所以咱读到这章上尾一节是安尼描述。路加福音第3章38节，以诺斯是瑟的囝，瑟是亚当的囝。上尾一句叫亚当是上帝的囝，是照人来看。咱拢是一个真平常的人，出对一个真普通的家庭。总是亲爱兄弟姊妹，路加透过这份家谱咧对咱讲，就亲像耶稣同款。耶稣是亚当的囝，咱是毋是亚当的囝？是，咱是亚当的后裔。路加透过这份家谱咧对咱讲，虽然是照人来看。耶稣只是出世伫一个平凡家庭的普通人，总是伊去甲万百姓有关系，甲咱所有的人有关系。这就是路加要对咱讲的代志。亚当上帝囝是所有的人的先祖，伊因为唔信背逆，互上帝永远阻挡伫伊的园的外面，就是主耶稣。伊甘愿顺服，成做上帝所听囝，用定治时界定恢复上帝甲人的关系。对亚当到耶稣，一直到咱，拢因为这个时界听，重新彼此连结。中华的古名叫做半线。
半线有可能是指伊拄好是伫台湾的中。1896年4月份，咱台北医生甲梅干吴牧师，因对府城行3天，才到彰化，才到半线这个所在。因入城的时阵，看到迄时阵，这个城内底有三大宫庙，迄时阵拄仔咧做笑。规城拢是香火香啊，所烧起来，迄个真旺的款式。因看到保安宫、关帝庙、甲观音亭，这烧金纸的盛况，互人着惊。照人来看，经过的人看，哦，这实在是有够迷信的所在。拜偶像的所在，总是咱台北医生甲门干吴牧师，却有上帝的眼光。因看见，并且立志要伫这个满是偶像的城市内底，为着耶稣基督来抢救因的灵魂甲性命。因为安尼，1896年10月份。因两人就来到彰化，展开伫彰化的宣教甲医疗事工。咱台北医生后来互彰化人称作南门妈祖经，西门南医生。我毋知咱中间都有彰化人，若有彰化人，可能就知影这个顶一世纪。因所讲的，咱医生是甲妈祖共列，互人称作去西门，就爱看咱医生的这号人物。梅干吴牧师咧，梅干吴牧师有可能是台湾第一位沿街报道的牧师。因为早前台湾民情真淳朴、真单纯，一个人若听到讲什么人的厝内底有什么人的囝走无去，就会规村走出来做伙找，所以会围起来，安尼就什么人的囝无去啊？阮来找看卖啊！古早的人可能真侪人拢会芳紧囝，所以。梅干吴牧师就看准这点，伊当时安那报道，伫街路内底就讲落，然后后来是分迄个喇叭，苏格兰的喇叭，然后分，大声就话讲上帝芳去囝，上帝芳去囝，啊，大家就真好闲，好闲，咱知影意思，迄个大家就真好奇。大家就真好奇，就围起来讲，什么人的囝芳去啊？来做伙来找。围过来的时阵，梅干吴牧师就安尼因讲，创造天地上帝将人当作伊的囝，可惜人毋捌这位天父上帝，就亲像上帝芳去囝，所以上帝用伊的疼。要来找回，找找伊的囝，来信耶稣，通得到平安的福气。当然，我是简单讲。当人来的时阵，伊就伫街路内底，就安尼传福音。亲爱兄弟姊妹，过去的宣教师，伊看见。人所看见的，甲咱现在所看见的同款。伊看见迄个规城拢是偶像的崇拜，伊看见迄个香火是满城，所以大发热心，知影迄是上帝呼召因上好的机会。上帝呼召因，爱因成做上帝囝，去看见人的需要甲软弱，去看见。
伫遮的人，因需要主，就亲像迄个第一位受难的初代教会信徒司提反，伊做见证，上尾是安尼讲，伊司提反就讲：看，我看见天开，人子徛伫上帝大名。亲爱兄弟姊妹，咱拢互上帝圣神引带来认捌主，并且认伊做咱性命的主。因为安尼，咱拢通亲像司提反同款，认出伊是上帝囝，伊无属即世间。相时，咱也会当因为这个圣神的引带，认出咱家己是啥物人。咱受呼召、受洗礼了后的咱，就亲像李登辉上尾的自传，2016年伊写的自传的册名，实际上全名应该是“我是毋是我的我”，是主基督伫我内面活的。迄个全名是安尼，总是咱拢摕头前，摕后壁。所以头前咱会掠做迄个李登辉只有讲头前迄句尔，我是毋是我的我，袂记即后壁即句。李登辉是安尼讲，我是毋是我的我，是主基督伫我内底活的。当咱认出家己迄个上帝囝、宝贵的囝的迄款的身份了后，就会当更较明白上帝要伫咱的生命内底做成的心意。总是有一个前提，请问咱是毋是伫基督内底已经大汉成熟？咱若要做迄个也未长成的囡仔，无成熟的囡仔，若安尼，咱就会听到另外一个声音，直到咱的埋怨。直到咱会讲上帝啊，你太拢无插我，愿咱的生命伫伊的内面大汉成熟，真做伊所欢喜的。愿咱的教会也同款，咱的教会虽然今年已经136岁，总是毋知咱的教会是毋是有大汉成熟。咱爱做伙来追求上帝伫咱中间的心意，帮助咱，互咱真正，互上帝甲人认出，咱真正是上帝所欢喜的。咱做伙来祈祷。主，阮知影，阮就亲像梅干牧师所大声话讲的，迄个上帝所放弃的囝。怜悯阮，医治阮，帮助阮，互阮真正认出阮真正的身份，是你所疼的囝。互阮会当认出，知影你疼阮、爱阮成就的旨意，帮助阮认出上帝就埋伏伫阮生命内底所有的祝福。帮助阮认出上帝，你差遣呼召爱阮去行的使命，引带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接点伫我心。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553首。为主来做伊干净，圣诗553首。请咱起立，
为主来做一干净，主是至好朋友。愿主听堂来保佑，好人因无成就。为主来做一干净，愿感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一干净，愿感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一干净，愿感欢喜出声。保佑救主大天堂，替人放下性命。为主来做一干净，愿感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一干净，愿感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一干净，万着不是公义。那么只拿来干净，永远为安心。为主来做一干净，愿感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一干净，愿感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一干净，心意最的事情。大日和大来用钱，龙为高听。为主来做一干净，愿感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一干净，愿感救主耶稣。请坐，谢时来奉献，请素颜执事甲建议执事，建成执事。咱若第一摆来教会，即个无道友，你若毋知影奉献的意义，你就毋免奉献吼。
即是来报告，请咱先来念今仔日的金句。就讲看，我看见天开，人子徛伫上帝的大屏，使徒行传7章36节，请。就讲看，我看见天开，人子徛伫上帝的大屏，使徒行传7章56节。就讲看，我看见天开，人子徛伫上帝的大屏。使徒行传7章56节。请咱来看咱的周报，就是咱的服侍的当天，就是下礼拜10月23、24，咱才有连续3场下礼拜。请咱的同工来小可注意咱家己服侍。咱的周间的聚会游玩，请咱兄弟来看。小组的聚会游玩，咱照咱目前所进行的奉献的部分，游玩请兄弟注意者，若毋对，则咱办公室来更正。咱小组有代祷的事项，请咱的兄弟姊妹也会使为着这个需要病痛中的兄弟来献上代祷。消息的报告，得胜者的这个备课要伫中昼12点伫701室来备课，请咱的这个志工出席参加。第二，力学经的审查会嘛是伫中昼的12点，伫702室来召开，请审查委员来出席参加。第三，咱已经有这个分2022年的抗病这个形式咧，甲小组的聚会表、团契聚会表，咱请各团契首长、区长，若还未收到的，请到办公室来领取，请。当工爱注意，爱伫11月14日11月14号爱缴回办公室，爱交回来小会消息，小会公告2022年当选的新任的中职的名单，张老是维民长老甲传俊，技术的部分是郑义、宜林、邱信、富祥、文人、春燕执事。第二，各项的聚会指引请咱游玩看者。咱除了社学少，这其余团契首长商议后再公布解封的日期。所以请咱兄弟看，小人团契小组这种代志，请咱兄弟来看。教会的消息，就是11月份的受洗课程开始报名接受报名。报名到10月底，请咱要受洗兄弟到办公室来报名。第二，教育部的报告就是主日学对今仔日的上午9点50分，伊开始已经恢复了实体的课程请咱游玩为这代志来关心代祷。2021年咱的全教会圣经速读1年内读完整本圣经，目前的进度是10月17到耶利米哀歌的第3章。这个方式就是逐天咱一天读4章，准备一个笔记本，读了抄一个经节就会使具体的消息就是这个咱的厝边赵文龙弟兄，伊蒙主文调，所以要伫10月22，就是拜5的下晡2点，要伫咱桃园区的殡仪馆至真厅要举行个别礼拜，就是咱厝边的这个赵文龙弟兄，要伫10月22号拜5下晡2点，伫桃园的殡仪馆至真厅
举行告别礼拜，请咱兄弟大家关心大道。主内面主内这个张批友弟兄，就是信乐执事的岳父蒙祝文条安息主怀，已经伫10月11日完成这个安息礼拜，请咱关心大道为这遗嘱来大道。第二，本会场彩虹姊妹就是桃园区蒙祝文条安息主怀，伫10月23号，就是拜六，10月23号拜六上午9点，伫桃园的殡仪馆怀远厅要举行日念告别礼拜，请关心大道甲求圣神安慰遗嘱。第三，咱这个驻中心良善的这个罗邦仆人陈显的牧师安息主怀嘛是伫这个10月30星期六的早上10点半，伫台北市的第2殡仪馆来举行着告别式，恳求圣神来安慰遗嘱，为着这个牧师娘陈林金英的牧师娘来甲因的囝儿来代祷。头拄我有讲过这个赵文龙弟兄，都是伫10月12拜5下晡2点。代祷的事项有完请咱兄弟来看，为着病痛，为着咱的牧者团队、神学生，为着咱教会这个团契首长，咱来咱普隆时来为因来代祷下面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大先我来搁一遍介绍赵文荣弟兄的太太伊伫咱中间，请徛起来请徛起来，互咱熟悉，安尼就好好，免搁起来，免搁来头前不要紧，免来头前不要紧，不要紧就是免对，免搁过来，不要紧，坐就好求上帝特别安慰甲扶持，互因这个家庭真正满有上帝特别的祝福。第二是我来介绍今仔日的人客，伊是明辉兄的阿叔，就是林定忠兄弟甲陈坤玉姊妹伊伫咱中间，所以第一遍伫咱中间请伊起来好无欢迎，平安请坐，因是对山骹伫山骹教会我甲山骹教会目前春营团队师有真熟，所以嘛要请恁将致意啦帮我改致意，因为过去伫中日教会，伊是中日教会的长老娘，所以我有真熟伫这个去读神学院上时后来去服侍过程内底，也得到山脚教会侪兄弟姊妹的接纳甲扶持。要特别爱请恁帮我改致意多谢。愿上帝帮咱扶持，到我也未介绍着，然后今仔日伫咱中间第一遍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无啦迄个简称长老头讲无实际上咱拢一礼拜小可看一遍尔所以等一下要请咱平安礼的时阵会当尽可能，虽然咱即摆无法度握手，总是会当甲慢慢对即个疫情解封了，咱会当甲咱的兄弟姊妹有真亲密的交谈甲关心。愿上帝平安甲祝福，真正甲咱做伙伫地。下面有几项代志要请咱特别祈祷。当然，第一项是请咱为着咱教会周报所牵遮的丧失亲人的家庭来祈祷，求上帝特别扶持因带，甲遮的家庭、遮的遗族做伙伫地。第二是要请咱特别为着即边高雄大火所丧失的真侪人，咱求上帝特别安慰甲医治到伫台湾即块岛屿。第三，请咱为着台湾的疫情持续来祈祷，求上帝特别怜悯、赏赐，互咱真正有一个平安的环境。愿上帝的平安就甲咱所有人做伙伫地。
请咱来吟上营第391首。阿罗天顶主宰，咱吟诗煞，咱请牧师来祝祷。阿罗天顶主宰，统治天地高海，保万民，蓝蓝的普天的当心阿拉上帝，阿拉上伟大，百家诚信。阿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殿乐密祷。这是咱举行平安礼，请咱起立，向咱的兄弟姊妹来讲，耶稣听你，愿你平安。